睡前故事第15話：說話的藝術。阿權42歲，做咗20年嘅室內設計師，響公司唔算出名，亦都唔算得勢，但係就坐得好穩陣。佢畀人嘅感覺好穩重，平時返工交稿都好準時，說話就比較少。喺大家口中嘅好人，但係就係唔係好識 social。其實唔係佢唔識講，只係佢學識咗講太多，有時候會錯得更遠。10幾年前，阿權啱啱出嚟社會做嘢，第一次參與一個大型嘅設計方案。原稿前一晚，有一位老前輩對方案提出咗質疑，覺得唔係好夠時代感。阿權心急解釋，其實我咁嘅設計係因為，然後佢就滔滔不絕講咗15分鐘。對方聽完冇再批評，只係拋低一句：你咁多理由，即係唔想改啦。第二日，件事已經傳到老闆嗰邊。呢個新人太固執，講咁多都唔肯聽建議。阿權唔明白點解事情會變成咁樣。我只係想清楚表達啫，點解會變咗硬頸？佢第一次發現，有時你越想解釋清楚，越容易畀人誣衊。而家就算有事情發生，阿權都唔會再急住去解釋，但係世界並唔會因為你嘅沉默而少啲曲解。最近一次項目進度出現咗延誤，客人懷疑係佢個設計環節搞亂咗個時間線。上司間接問佢：你有冇乜嘢需要交代嘅地方？阿權一開始選擇唔講。佢知道後面其實係施工部門遲交嘅問題，但佢最終都係發咗封電郵澄清咗經過，詳列每一個環節。結果電郵轉傳再轉傳，到咗其他人嘅手上面，內容已經變咗，設計部推卸責任畀現場嘅施工。工程嘅主管當然好不滿啦。話晒都係你哋改咗3次設計，仲想全身而退？本來一場簡單嘅澄清，演變成多方部門嘅問責制。阿權望住螢幕，深呼吸咗一口氣。佢又再一次體會返嗰句話：解釋唔係錯，但唔係每一件事都值得解釋。太多話會令人聽唔見你最想講嗰句話。公司嚟咗一個新入職嘅員工，叫做阿賢，一個鍾意講嘢、鍾意補位、成日試圖拆彈嘅年輕人。佢會主動 send email、開咪澄清，飯台上都要講兩句。有一次會議，客戶問：點解呢個工程會延期嘅？客人仲未問完，阿賢就開始解釋圖則、文件流程、內部換人流程。結果講到最後，反而畀客人開始質疑，咁即係邊個環節先係錯？開完會後，阿賢問：我係咪講多咗啊？阿權望住佢，細細聲講咗一句：誤會唔一定要你即刻拆穿，有時唔講先有空間畀人慢慢明。後嚟部門重組，新嚟嘅主管未見過阿權，但係就點名要佢負責主要嘅項目。主管嘅理由係佢冇講過自己好叻，但係睇佢做嘅嘢，你唔會唔信佢啊？原來
沉默都會累積信任，而唔係磨蝕存在感。好多年之後，有新人問阿權：師傅，如果人哋誤會你，你會唔會唔甘心呢？阿權諗咗一陣，先至回應：我以前都會嘗試去解釋，但係解釋得多都好辛苦，仲畀人講我好多藉口。而家我覺得唔係所有事情都需要解釋，因為解釋得多，只會將原來簡單嘅事情變得複雜。有啲話，只要你自己聽得明就夠啦。你唔係用把口可以改寫世界，你要用行為同埋時間先證明到你係邊個。佢講完之後，望出窗外，帶住滿足微笑。呢一個係佢職場上打滾多年之後悟出嚟嘅生存之道。